由會德豐打造嘅 Monaco One 分2期發展，分別命名為 Monaco One 及 Monaco Marine。項目位處啟德城中心，距離港鐵啟德站及 ASI 只係數分鐘步程，盡享交通及購物便利。整個項目由4座高座及4棟低座組成，合共提供約1051伙，單位間隔介乎1至4房，實用面積由300多至1700多平方尺，兼備有特色單位。2期分別提供唔少海景戶，當中2期位置較接近海旁，所以向海單位嘅景觀更開揚。項目建有大型戶外園林，而會所設施就包括戶外泳池、露天電影院、健身室等，部分設施更以賽車為主題，別具特色。另一方面，啟德新區遍佈多個休憩公園，提供各種康體設施同埋綠化空間，可以盡享閒適時光。隨住啟德零售館、雙子匯相繼開幕，區內嘅餐飲、購物同娛樂選擇全方位升級，加上地標體育園建成，更為啟德帶嚟源源不絕嘅國際盛事，生活倍添精彩。校網方面，物業納入小學34校網同埋中學九龍城區，網羅包括協恩中小學在內嘅多所名牌學府，子女升學有唔少優質選擇。